非色非空，正与纯阳之干同相，则四大之外，仍有今也。何知中国河图之象，易卦之位，小易大同，此可以广五行之解，而正五位之说也。盖佛生印度，未闻中国之学，而言若是，足见五行之分类，实造化自然生成，非古人谓之名也。故五行之说，通于一切，而其得用，犹推于无穷也。要知五行之分，故在气之分合，生化之原质，而其用则在于生质之性，以后天生化，非二气之和，不能成其生，非二气之变，不能成其化。五行之性，有生有质，而后见其功用。故水遇土则塞，遇火则克，遇金则月，遇木则结。金火土木亦然，各有所生，有所至，则各有所爱，有所谓。于是辗转推演，以尽其性，而成其德。于是万物以生以育，以化以灭，循环往复，莫可纠结。于是造化之功渐，而世界以立，为盛衰因果，凡枯消息，以尽二气分合之用，而达天地生成之德，皆由此生至而来者也。故其气往来不息，其数乘除不尽，其为万物禀受之本，生死之基，祸福吉凶之源，夭祥顺逆之则，无巨细远近多少美丑之伦类，必皆愿此以为例。无贤于老幼动静之性情，必皆因此以为范。故天地以之程度，人物以之成绩，世界以之成用，宇宙以之成法。圣人者其象于卦，视其用为义，则两仪也，五行也，及其分合与生至也。故卦有性，不外阴阳；卦有德，不外水火木金。那不见了。